2021年的10月，高雄盐埕的城中城大楼火灾，造成40来个人死亡。政府嘛启动跨区段的定收，要去出现安置社会主体来安置城中城的受灾户。伫2档外前，动土最近传出讲工地已经停工5个月了。国家制度中心嘛证实讲是包厢有状况，今年2月已经解约，4月会重新来招标。17号上午前往7间安基社体现场拢无人，按照告示牌标示的电话打电话去问，承责人台湾力健科技公司甲工地负责人敢若回复已经停工，就挂掉电话。联系币制作完成后，工程时序有延宕的情况发生，所以中心就为了避免这个进度是持续落后，所以在去年9月就启动了这个终止契约的协商。7间社体由国家徛岛中心负责，去年6月开始，因为建筑进度延宕，徛岛中心真侪届韩文催请嘛无积极来履约，已经伫2月甲业者终止契约。现场地下连续壁的工程已经完成，伫解约定数期间，依然有进行着建筑设计作业。不是要说什么建商跑掉这样子而已啊，一方面是比较便宜，现在你物价都已经提高很多了，就是一方面就较俗啊。较俗你就去抽啊！这位社体伫2档前丰工来动土，预计民国117年要完工，会起606户，是高雄工业城跨区区段征收的第1案。重要目标是要来安置伫城中社火警的受灾户，其中无房无地人会当优先来承租。即马说传出为去年10月停工到即马，市府社会局表示，民间捐款补助城中社伤者甲受灾户的租厝、移迁等等的补助，已经核定到116年的9月。7间安基目前还未完工，嘛无开放申请，会持续运用善款来协助因生活安定。公司新闻王立婷、赵宽报道。